再来看到有环保团体今仔日举行记者会，控诉进前伫咧第4天然气接收站进行环评审查时，有到场乌烟的民众受到暴力的对待，而且写倒开发案的公听会嘛有发生限制记者去采访的状况。除了谴责暴力，这个团团嘛要求行政甲警政单位伫维护公民参与的权益。一种很深刻的恐吓，就是恐吓说，如果你们今天敢来声援任何的一个议题，我们就来攻击你，攻击到你们怕了，不敢声援。出现伫记者会，伫环保团体陪伴之下，公定个月，环境部进行4只案环评大会，现场发生冲突，家己到场声援，说好支持开发者的暴力对待，造成伊小可脑震荡，要提高讨公道。200多位的民众参与联署，要求各个行政单位应该要维护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时安全发言的空间，然后也希望警政机关能够检讨警察职权行使的问题。那4只案，台北市府举办的写倒开发案的公听会，全团指控自救会成员要求停止审查，现场混乱之下，也发生警方限制记者采访情形。除了谴责暴力，也要求行政警政单位维护公民参加的权益。谴责暴力啦，不管是正方反方发生暴力，我们都是谴责啊。我们希望我们的会议室就是好好大家能够开会，然后表达意见，互相沟通。同仁其实都没有那些过激的动作啦。因为其实我们警察的角色就是维护双方面的不要冲突嘛。我们也会在提醒同仁啊，就是我们会去尊重媒体的采访权。树林分局回应一切依法行政，会继续精进执法技巧，也甲主办单位协调，维护媒体采访区，确保媒体采访的安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